今日帶各位香港同澳門嘅朋友咧，了解一下喺中山坦洲一個大嘅園林社區中澳春城。中澳春城咧，佢係一個社區商業啊，包括佢嘅小區啊，都已經好成熟嘅一個小區嘅。咁下面嘅一樓咧，就係嗰啲臨街商鋪咧，都已經入住晒㗎啦。除此之外咧，周邊嘅一個整體環境同設施咧，都已經相對的比較成熟嘅。咁等陣間咧，就會帶大家去睇下成個樓盤嘅一個整體嘅園林啦、戶型啦，包括佢嘅一個配套係有咩嘅。大家如果感興趣嘅話，就跟住個鏡頭了解一下。而家咧，我就先帶大家睇下小區外面，即係話佢嘅外圍嘅臨街商鋪啦，入住咗咩配套啊？首先好似美家啦、家家富啦呢啲內陸嘅一個便利店，其實係進駐咗嘅。因為媽媽驛站咧，包括嗰個家家福水店咧，就係菜市場、小型菜市場，小型菜市場。賣下菜同水產咯，包括豬肉、蝦、雞呢啲蔬菜都有。即係話出門大門口嘅左手邊，我哋基本就已經可以滿足小區業主嘅一個生活配套啦，即係購買呢個早餐店啦，藥鋪咯，係啦，五金寶同藥錢大媽都有，係啦，呢邊仲有間錢大媽。樓下嘅嗰個底商咧非常成熟啊！百貨嘅生鮮百貨超市仲有廣東人的最愛燒臘味港仔佬開嘅臘味燒鵝燒雞白切雞都有啦。咁外面就睇得差唔多啦。我哋等陣咧就去小區裏邊睇睇。而家我哋嚟到售樓中心售樓部亦都會係以後嘅一個小區嘅一個會所。咁咧，我哋從沙盤上面睇咧，就佢最成個樓盤咧係開發有48座樓嘅。咁咧水晶體嗰啲咧寫住已售罄嘅咧，就係已經賣晒入住晒嘅一個住宅嚟嘅。咁而家喺在售嘅過程當中係41啦、42啦，包括47、48呢啲單位啦。咁咧佢都係有嗰啲2房、3房、4房嘅一個單位嘅。咁成個社區嘅一個配置從沙盤就了解得到佢配套好多嘅綠化好高嘅。咁等陣咧，我會先帶大家去再睇下小區嘅一個園林環境啦。而家我哋喺嗰個中澳春城嘅一個小區裏面啦。咁咧，首先咧就可以睇得到啦，即係而家係下晝嘅時間，但係喺呢度係綠樹成蔭嘅，即係好陰涼。咁咧地下咧就唔係嗰啲普通小區嗰種啦，即係鋪水泥啦，佢係有啲比較適合跑步嘅一個材質嘅一個地面嘅一個鋪地嘅。咁咧你喺裏面又可以去有啲老人活動設施啦，嗰種老人活動設施，仲有籃球場啦、游泳池啦、網球場啦、羽毛球場啦，呢啲都係有嘅一個配套設施嘅。咩綠化咧真係好好啦，因為佢係好大嘅一個園林社區，分7期開發嘅。咁而家賣嘅咧就係嗰個5期同6期。咁等陣間咧就會帶大家去陽板間睇翻下成個交樓標準啦，同嗰個陽板間即係示範單位嘅標準啦。咁而家嚟到中澳春城嘅一個42座單位嘅118方平方米，相當於1270尺嘅一個單位4房單位，睇下到咁咧一入嚟咧就已經可以睇得到，佢呢個戶型咧係板樓設計嘅，即係咩意思咧？即係兩邊都冇遮擋，係啦，即係南北通透嘅，即係後面咧就可以望到少少光景，然之後園林景
觀。呢邊咧晾衫啊就好方便啦。廚房咧就係呢個位置，咁咧擺低一個雪櫃啦 ，L 字形嘅一個廚房位。客廳咧就係睇翻原社區嘅，而家呢個單位咧位處於5樓，所以5樓嘅景觀係好靚。嗱，陽台係好闊落嘅，因為陽台係某一部分面積係浸水啊嘛。咁咧下面就係睇翻嗰個園林綠化啦，包括籃球場啦。咁社區咧每個區域咧都會有啲配套設施，譬如羽毛球場啦、網球場之類嘅，好似呢啲都係後面做翻嗰啲運動設施嘅。睇翻房型係點樣啊？呢個位置咧就係客廳位置，廚廳一體嘅。去翻我哋嘅工位，即係客廳嘅一個洗手間，佢係乾濕分離嘅。呢個洗手盆區域同個洗手間嘅區域係分開嘅。咁呢個係客房啦，客房嘅位置。呢個就係交樓標準啦。帶你哋大家睇下個交樓標準。呢個係兒童房啦，可以。咁下面寫住呢個面積咧就係贈送嘅。廁房就做翻兩人房，你會發覺呢個戶型咧，所有嘅採光咧都好光猛嘅。廚房就係呢邊啦，主人間嘅洗手間，仲有主人間嘅呢個，主人間大部分咧都係呢個係套間嚟嘅，呢個就係套間嘅個間隔。好啦，我哋而家再去睇下一個大裝修，即係話示範單位嚇。即係頭先已經睇咗嗰個實體嘅交樓標準，睇翻118方嘅一個，如果裝修好係點樣嘅？嗱，呢個係創業板間，大家可以參考下。一入嚟咧，呢個就係客廳啦。咁客廳咧，佢個陽台咧係封咗嘅，而家係封咗一個狀態。咁都係睇翻園林景色嘅嚇。咁佢都係一個南北通透嘅間隔，咁後面呢個向北嘅一個陽台都係封翻嘅，所以整體嘅一個空間感係好大嘅。朋友個聚會啦，開 party 都夠啦。廚房就喺呢度啦。其中咧佢都係將呢個係做兒童房嘅嚇，兒童房嘅一個間隔。呢個咧就做咗書房。佢嗰個廁所同嗰個交樓標準咧，佢係有個間隔噶嘛，就分開乾濕分離。但係佢樣板間示範單位咧係做一個連接嘅，咁啊裡面睇落去就闊落啲啦。廚房咧就喺呢度，廚房會將兩個房連接咗，即係廁房同主房連接咗，都係放得到光嘅。睇翻廚房係大概。有個浴缸啦，因為佢將兩個房拼埋一齊，所以佢就係4房變3房嘅一個單位。如果中意咁嘅間隔咧，都可以參考一下。好啦，基本嘅一個外景啦，包括園林啦，